有好多人呢，一世人都走唔到好運，因為有啲人嘅八字係破碎，樣樣都有，但係樣樣都壞咗。咁至於你話啊，我行衰運啊嗰個時候，我點樣嚟應付自己呢？第一，揾朋友傾下偈啦，唔好自己將啲心事等入去啦。睇有冇一啲自己嘅好友或者閨蜜啊之咁樣可以嚟訴下苦啊。因為人嘅嘢呢，如果你唔將嗰啲內心嗰啲鬱悶啊，去嚟傾訴出嚟咧，一味傳咗呢啲係負能量，會拉低你整個嘅運氣。所以首先就係要開心。所以我建議啲人覺得自己真係好似周身唔掂咁，唔聚財咁，我建議佢咧，即係去行下超市，見下花花綠，有啲人氣接觸下，甚至花少少錢買少少嘢，保持自己一個嘅心情開朗。一味就係要內省啊！喂，我唔能夠再諗埋呢啲咁嘅負能量嘢啦，所以我就勸大家，一有發現自己啲情緒唔對路嘅時候呢，一係揾人傾訴，一係呢走去出街去行下超市，都係一件好事。